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哎！怎么回事啊？是很怕蛇？我不是很怕，不过我很讨厌蛇，不喜欢。所以蛇皮的东西你真的不会用？应该不会。好，没事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。搞不好你比我还怕。其实我不怕蛇，因为蛇其实蛮可爱的。是吗？我就觉得很恶心，就是滑滑软软，然后就冰冰冷冷。对，它是比较冷血一点。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看到本人，就是那个蛇本蛇，所以可能不是很害怕。但可能人家看到我可能会不用太严，就真的还蛮害怕的。The jaw is very big, Nisa. The way the fish very. 所以其实 OK 的，不是很怕。